讲道题目奉献甲敬拜，请曾牧师。但咱已经听到圣经的话，咱要领受上帝以圣神的帮助，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聚集，阮要敬拜，因为你堪比阮敬拜。阮为着你所赏赐阮的圣殿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会通有上帝你的名所起造的圣殿，诚侪至圣所，是阮做你的囝儿，做你的百姓。极荣光，极欢喜。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，圣别每一摆的礼拜，互阮的礼拜通得到上帝你的欢喜。也恳求上帝你坚固这间圣会，互这间圣会毋是干那用躯体来起造，乃是用生命甲上帝你的关系来结连。主你祝福，互阮的教会到代代无尽。这个所在要真侪基督徒甲非基督徒，阮甲阮的囝儿做伙敬拜上帝，互你的荣光充满的所在。阮将你的话摆伫阮的心中，主求你解说互阮听，主求你用你的圣神写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真侪有机会起造圣殿的人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个讲道应该是伫4月28后礼拜、后个月上尾礼拜来讲较适合。但是因为后个月的4月28，牧师要将这个讲道的责任交予咱的姊妹教会的田牧师，所以牧师先甲恁分享。因为4月28是咱的教会，咱决定要为着咱的父堂来做感恩的礼拜的日子。咱无对外邀请侪咱的教界、牧长、甲兄弟姊妹，咱只有用一种的感恩，定心伫这个所在，咱作为主证。咱的教会有3个阶段起造礼拜堂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咱的先人伫1953年起一间礼拜堂，咱伫这个所在65年享受有一间上帝圣殿，互咱做礼拜。第二个阶段就是咱的教会。伫咱要庆祝80周年之前，伫2002年，咱的教会决定起造一个教育馆，要来推动咱的教会社区事工，就是后边迄栋大楼。后来上帝阁互咱有感动，因为咱的教会的组织敬拜的空间，咱有需要改善，所以上帝互咱伫旧年开始，咱增建，咱看会到咱边仔即个负担。我要用2个故事，甲咱做伙来分享这个欢喜的日，因为会当参与起礼拜堂，是一个真重要、真欢喜的代志。有人想要为上帝起礼拜堂，但上帝无拄拄欢喜接纳。我的爸爸甲我讲，人生中间你来当做代志，要有3种的条件：第一，你要有能力；第二，你要肯做。第三，人爱欢喜，互你做。这是我的爸爸甲我提醒，就是讲，当你有一日你要交做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要有某一种的条件，你才当做代志。第一，你要有能力通做；第二，你要有欢喜的心通做；第三，你要有上帝肯互你做。今仔圣经历代志下卷上尾章29章，咧讲起大卫要为着上帝起礼拜堂，但是上帝无接纳，所以大卫只有将这种的心意，将这种真要紧的民望交予伊的囝所罗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这牧师只有请师会读短几节尔，但实际上兄弟姊妹，咱可能要倒去定心对29章的第1节来读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感觉大卫的手无清气，伊的婚姻顶悬无重视，伊的手有杀死义人，所以上帝无爱这种的手来起伊的礼拜堂。但是大卫有悔改，有认罪，所以伊将伊所有的能力为伊的囡仔准备，为伊后代准备
真多的建材，然后互伊的囝儿所罗门接续这个无完成的使命。所以代表伫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，伊讲：主啊，我的囝所罗门犹阁细汉，主啊，叫我准备所有这的金银财宝茶，所有的这的材料，为着要去做上帝你的荣光。代表嘛，对心来讲，上帝其实这的拢毋是我的，这的拢是对你所想事才有变。我要用去做上帝圣殿这个神圣的责任，甲兄弟姊妹做分享。咱中间有人参与伫即间礼拜堂第1摆的建设，将丢了手给丢了，因为因出席即间教会，连牧师嘛毋捌参与去即间礼拜堂。但是我参与伫第2个阶段，有形无形的建设。后来上帝我有机会参与伫咱的教育馆的建设，但兄弟姊妹，恁有机会参与第3个阶段的建设，而且第3个阶段的建设永远无停止，因为咱的教会需要不断的进步甲成长。我今日特别用这个相片蒲公英来表达咱的教会。虽然小小，但是一旦有一日蒲公英这个花草有一日成熟了后，伊要互风的力量带到天边海角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是小小的教会，但是咱的囡仔伫这个所在成长的每一个人，有一日检在上帝要带因到天边海角，到美国、到欧洲、到各所在，咱力想未到的。咱要将上帝的听，甲上帝的话带到天边海角，这是咱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使用每一间细间的教会，也愿每一间有上帝同在小型的教会，无看见家己。咱甲上帝祷告，每一年时间若到，我就要开会；每一年时间若到，我的会就要带着风的力量到伫所有青翠的草坡，伫个所在生团新的画面甲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祈祷好毋好？咱求天父上帝，咱的教会就亲像蒲公英、小而美，但是咱的每一个囡仔，咱的教会作为成长的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当有一日上帝找紧咱的时，咱要到伫各所在，将上帝的听，甲伊的话，传予这个摇喙大的世代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虽然小小，但是如果基督徒乃当亲像蒲公英，将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听，传予你身边的人，咱就是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。咱伫主的面前祈祷，主啊，互阮诚做有特色的教会。阮无看轻我家己是小型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教会，阮的生命，阮的囡仔，因的生命有特别的尊贵、荣耀、能力，是上帝你来。今日所读的历代志第29章，伫迄个所在咧讲起上帝的本质，就是丰盛，就是尊贵，就是荣耀。所以咱若进入伊的礼拜堂，咱伫伊的圣殿就要得到权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。因为代表讲，这所有的特质，拢是属于上帝。所以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，咱应该爱知影，咱是一个生命尊贵的人，因为耶稣用伊的荣耀、君王的保护，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所以今日第2个去做上帝教会叫做彼得，咱所读的新约就是彼得前书。彼得成做历代教会头一个，互人讲就是第1个教会的大头人、领导者。你若有机会到意大利去旅行，特别到梵蒂冈，恁一定爱去看圣彼得大教堂。这间礼拜堂起几啊百年。一个礼拜堂用因的感动，
因讲上主耶稣将教会的锁匙交予彼得，这间教会是彼得死埋葬的所在。后来历代教会、初代教会就用彼得钉十字架死埋葬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起这间教会叫做圣彼得大教堂。恁会当进入迄个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诶，恁会当看到迄个礼拜堂诶上中央迄个所在，对一楼到地下一楼、地下二楼、地下三楼，你会当看到有一领主教诶衫代表彼得，伊放伫迄个所在。即个礼拜堂诶形起安怎？恁若用迄个空拍机对顶光甲翕落来，就亲像一支古早诶锁匙。有一个锁匙耳啊，有一支锁匙的头前，迄个这个礼拜堂起起来，拄拄是一支锁匙。这就是人用一个象征性，用一个看会到的建筑物来代表上帝所交代教会的使命。因为这间教会要开迄个稳定的门，这个教会要关迄个试探的门。因为上帝将这个锁匙交彼得讲。你所开的门无人关，你所关的门无人开。伊将这个权柄、能力、荣光、尊贵交伫教会手中，何等重要的使命！今仔日我要讲的，要较偏重伫旧约，因为我打算要搁再讲一讲，特别是针对新约这个经文。望兄弟姊妹，咱做伫这间教会，咱知影。这间教会的空拍机翕落来，并不是一支锁匙，但是咱的教会每一个角落，应该拢代表咱的祈祷、咱的心声。咱将阿卡佩写伫上顶悬，咱将魂而不悔放伫咱的大殿。这间教会内底，咱开始有无同款的选择，每一种小小的动作，拢代表咱这间教会对心内的祈祷讲：主啊，你互这间教会叫做心中的教会。这间教会要叫做新旧交接的教会，有旧的讲台，有旧的堂啊，有新的堂啊，有旧的老基督徒伫这间教会出世成长，嘛有新来的人。这间教会要亲像旧约甲新约两个合作一本，这个教会要真做第一代基督徒甲历代圣徒拢做伙。享受见证上帝的慈爱，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起做这种的教会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失去这种的机会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我亲像大笔，我若是一个长辈，我要为着我的囡仔，为着这间教会来准备做的生命的建材。互这间教会会当通过几啊百年、永远徛起伫上帝，永远讲上帝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今仔读这个圣经，因为伫大笔伊的祈祷，伊所留落来的话中间，伊表明将真要紧的态度，就是上帝要亲自将伊的荣光放伫将来所罗门所要起的礼拜堂。所以咱若无欢喜出力。嘛无要紧，因为上帝毋是乞食。咱若无欢喜出力，咱就失去甲上帝同工参与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一个无愿意背十字架的教会，伊就无法度享受到十字架的荣耀。所以奉献是一个极大的奥妙。奉献毋是看一个人可怜，摕钱怜悯伊。奉献是当咱将咱的生命放到上帝的面前的时，上帝赏别你的心，甲你的作为，然后伫你的生命中间就产生一种的改变，会叫做五块饼两尾鱼。兄弟姊妹，迄就是咱旧年的主题。咱的生命是要叫做五块饼两尾鱼。一个无愿意背十字架的基督徒教会，伊就无法度经历到耶稣基督迄种死搁活
上天阳光尊贵的画面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读有这段话，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尊贵、能力、阳光、强大、威严。当咱来敬拜这种的上帝，上帝就将这种的特质放伫这间的教会，嘛放伫恁的心上，恁愿意吗？恁愿意才做有能力尊贵基督徒，是有能力通互人无限量的慷慨，互人看见上帝的疼，何等的无限量。伊的国度就是安尼，上帝至高至尊，伊做万行万物的头，天顶地下拢是伊的。所以代表又搁讲，天是上帝的天，地是上帝的地。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。愿咱伫主的面前读有这段话，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将伊的富足、好业、尊贵赏赐予咱。咱对今仔日开始愈来愈阳光尊贵，直到咱年老的时，咱周围的人会感觉讲，这个家庭、这个人、这间教会是一间有尊贵的画面的人。咱对上帝话讲阿们，因为咱期待和上帝的圣经的故事，成做我生命的故事。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富足尊贵，拢是你所赏赐。伫上帝你的手中有能力，有强盛，做我怎样认真将我的手按你寸寸？主当我空空的手摆伫你的面前的时，主求你怜悯我的双向。这间教会看见上帝如何施行伊的怜悯，这间教会有一种真要紧的信念，就是当人看见咱的时，咱伫吐开忧伤的时，对上帝讲一句话：上帝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人生无爱搁再对人开嘴，我要对上帝开嘴，对不对？在座的中集，咱伫2001年的祈祷，要起教育馆的时。咱就做一个决定，讲我无要募款。恁伫迄个阶段也未来到这堂教会，恁应该听这个故事。因为教会最重要，毋是募款来起礼拜堂，教会最重要就是起迄个信心责任的礼拜堂。所以咱的教会是安尼，所以咱的时代就是咱的教会才会头人长辈。已经约束好势，就是讲，这间教会无论怎样欠缺，阮无凊彩对人开嘴，阮多多只有对上帝开嘴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咱做伙来保持这间教会这种的信念吗？只要有当什么兄弟姊妹有什么能力，咱会行向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因为上帝当咱用祈祷伸出手的时，上帝要将奇妙2字写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信的人就得着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伫要献堂感恩的时，来用历代志下卷29章13节讲：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的上帝，愿一切恶乐归伫你的性命。阿们。愿咱4月28，田牧师已答应，因为因伫去年就经期待来参加咱的献堂的礼拜，阁有送咱迄盒钟的刘洪祥先生，伊嘛抓准讲咱已经献堂感恩礼拜了，因为伫 Facebook 顶悬看到直播，就是咱伫平安暝，咱有讲钟头一摆讲钟，所以伊想讲。这堂教会已经献堂了，所以就家己找一个时间来看，因为参加无到第一摆讲钟楼的这个仪式，我真欢喜邀请伊。我甲伊讲，也袂正式的礼拜就是4月28。伊讲伊要招前馆长王金珠，因2人要做伙来参加咱的献堂的礼拜。伊讲无事，我来参加就好，你毋免叫我讲钟。
我去邀请一个人，就是甲咱画设计图的这个建筑师。我来猜想，伊可能有躁郁症，所以等于画了伊人生最后一张建筑图了后，有可能轻生。因为我有一日忽然听到讲伊过身的消息，我想讲比我搁较少年较有可能。我的兄弟，伊的朋友，伊欲言又止，伊无爱甲我讲。但是除了感情以外，就是另外一个理由，就是有可能伊拄着生命的重担，伊行无过迄个关键的时间。我的朋友甲我讲，怎么说你敢会当邀请伊的负责人？因为这是一生中间最后画一张建筑图。伊的负责人来看到伊所完成的这个工作，应该会真得到安慰。或者你想爱邀请伊来参加吗？当然爱啊！因为上帝圣殿就是人伫这个所在讲生命故事的所在。咱为这个负责人祈祷，求上帝予伊失去一个丈夫，但是伊找到天父上帝的平安，甲天父上帝活命的祝福。愿这间教会荣耀咱的天父上帝的名，咱欢欢喜喜来去做上帝的礼拜堂。我的手拢当上，我毋是甲恁评讲我偌认真做工，因为我都袂晓用目工的工具，所以常常互伊咧哭着，互伊咧哭着。这礼拜实在讲，我咧哭几啊空，因为我真爱早一日看到这个ヒノキ的藤啊，清清气气。有真侪人来到这个教会，伊拢问讲，无说恁会开安尼放互伊，安尼足歹看，摇摇摇。我讲你有所不知啊，讲到互你知，就喙手就拍干。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使命甲责任的中间经历着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奉献甲礼拜，空空来做礼拜，毋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做礼拜应该带着你的心，甲你的生命献做偌济。带你家己来做礼拜，就是今仔日彼得前书咧讲的，你要诚侪去做上帝圣殿的活石，伫耶稣基督这个头一地触角头的石的顶端，上帝用你我咱的活命，一地贴出来，得等教会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因为上帝甲咱准备，做兄弟姊妹，你若欠缺真失望，我就尽力来帮助。这间教会就是一个同心合力，尽咱的生命做伙同工的教会。感谢上帝将恁带来到得等教会。我早期若看到一个初来的人，那亲像一只真妖的虎。看到一个头一届来的人吼，恨不得吼，就甲伊安尼，毋是讲甲伊食落腹啦，种一个来都是袂使走的人，吼，用尽所有的办法都爱留互伊条。但是陈静甲伊的这孙仔，因对外国读册了，倒来台湾头一水，毋是头一水，来拄初期来教会的时。经过3个月，伊甲我问讲：“牧师啊，阮来教会做礼拜3个月啊，你开拢毋捌来甲阮探访。”我故意袂甲伊探访。我讲你爱来，你就家己来，毋是因为人情世事来，是因为你感觉这间教会你有归属感，你爱来你就来。我悄悄甲伊问讲：“你敢有破病？”意思就是你若破病，你甲牧师讲，牧师24小时任何时间拢一定去甲你探访。你讲牧师，你较遮歹死，你较讲这个话，遮粗鲁。毋是啦，因为有时你将足好的物件放到人的面前，伊若无感觉是宝贝，伊有缘啦，要珍惜。
教会同心合意是出于欢喜甘愿，毋是恁甲牧师有私交，是因为恁甲上帝有约束。利用上帝这间教会是你的，嘛是我的，所以我欢喜伫这个所在，尽我做基督徒的本分力量，去做你的教会。今仔日讲，为着你的性命，为着你的性命来去做上帝教会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最主要是一个邀请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直到退休，咱拍死无退，好无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除非有上帝的差遣，有圣神的风，若无咱就是蒲公英无凊彩走。当然，上帝若要带恁到什么所在，那是上帝的计划甲旨意。恁有听到这句话吗？这礼拜有一个职棒的消息啊，铃木一郎啊，我实在无听到啦啊，但是我的哥哥传互我甲伊讲，吼，这句话讲了有够赞吼。伊讲一个毋捌食苦的人是上不幸的人。空个，啥物人爱食苦？大家嘛爱幸福，但是伊讲，一个人若毋捌为着阳光尊贵忍耐食苦的人，伊就无法度担着克服困难背后迄种的阳光甲成就感。所以，一个毋捌经历着十字架的人，伊就无法度经历着阳光。所以，马街咱的宣教师。伊讲 no cross no crown， 就是无十字架就无阳光的冕旒。类似的话啦，一个基督徒若毋捌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伊就无法度经历到主耶稣迄种的关联、尊贵、丰富，伫伊人生的中间产生五体变两尾鱼。咱带到主的面前，主就举目望向天。然后拍开、掰开，然后咱的人生就真做五体饼两尾鱼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特别祝福所有这囡仔，恁经历到，恁将恁的生命交伫主的手中，奉献本身的奇妙，就是要经历着上帝伫咱人生中间以丰盛的作为。因为上帝嘛是咱的，咱的嘛应该是上帝。咱若想有这种的理由，咱的人生就无惊吓，嘛无欠缺。你袂烦恼欠这欠这欠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上帝是遥我以勒的上帝，上帝是祝福满满的上帝。所有一切上帝若爱我做什么，我完全奉献的是上帝自然而然伊的准备。所以今仔圣经甲这段诗篇34篇第8节是同一种的意思。无论是彼得前书或者诗篇34篇第8节，拢同款的意思。伊讲恁来试看主稳定的滋味，你就知影耶和华是主神。咱试看，用这个信心，用咱的生命来经历着上帝的有边，咱就知影我可以跟对伊。信靠伊，仰慕伊，将生命奉献给伊的人，上帝要完全无保留，叫做你侬我侬。上帝要抱咱伫的形象，咱要享受伫伊的手中伊的国度，迄种丰盛的准备。愿咱头有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彼得前书第2章第3节，伊讲。恁试看，恁若担着主稳定的滋味，你就知影上帝的滋味、福音的滋味是什么。当咱担着上帝的恩惠了后，圣经讲4字，就必如此。也这句话要安怎解释？你敢经历到？当上帝恩惠伫你的内底时，就必如此。到底是咧讲啥？我留互恁一个家庭作业，恁今仔倒去想，一个基督徒担着主稳定的滋味了后，就会怎么样？历代志29章14节讲，
就乐意将对上帝所得到的一切全然的摆上。主耶稣，你为我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主耶稣，这是应该，是理所当然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经历着对上帝来的富足。我要甲恁学了，我要甲恁分享。这是全中华地区43间的教会。顶礼拜我接到一张公文，来讲起咱教会应该爱纳、爱缴总中会的负担金。搁一摆唤起我对心中的欢喜，因为早前咱的教会是全中华中会上送向上善的教会。这堂教会是全中华地区第30几年前是全中华中会上善的教会。但是今仔日咱的教会，伫全中华中会奉献咱排第6名。我毋是要甲恁骄傲，但是我要甲恁讲，这个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恁来感谢上帝，上帝有伫这间教会设立好的中心。因为真久之前，差不多无5年前、10年前，咱的教会开始进入搁较有教业、有村的阶段的时，咱的奉献渐渐咧提起，应该超过10年。因为咱的总中会费对上尾啊，直排，慢慢直爬起来。啊，有一届甲2年教会姚文德牧师讲，阮的教会今年奉献总中会费，阮来交偌济？啊，伊甲我讲，哈，啊你也咧欢喜？啊，这我毋是讲姚文德牧师吼做小气的，毋是的。咱人有一种的习惯，就是讲，咱若要交税，恁爱纳愈济啊，纳愈少。理所当然嘛，空啊，当然纳愈少愈好啊。但独只有纳互上帝爱纳愈济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纳1/10，但是上帝互你存10/9，对不对？你爱纳愈少还是纳愈济？当然，相对愈济是愈济啊！啊，我毋是用安尼甲恁写，讲叫恁一定要奉献。恁要安怎做是恁甲上帝的关系。但这段圣经毋是这段圣经啊，这个表吼，就是这个公文内，伊咧讲起全中华地区第一个上奉献上济的南台湾教会，第2永和教会，第3和平教会，第4中华教会，第4第5就鹿港来得当。伫数字上，咱是排第6。但是若读会友的人数，咱的教会是中会第3名，足奇怪。将奉献读去，就是意思讲，每一个会友平均的奉献的金额，伫全中华地区中间排第1名，竟然是向阳。这间教会无到50个人啊！我一直真怀疑，我足想要去甲查销啊！竟然有人比阮这堂教会奉献较济，歹势啊！吼，咱毋是咧甲人比赛，但是咱爱感觉骄傲，为什么？因为直接咱有能力，通将上帝互咱的富足，通打这个上帝十字架甲伊的事工的计划。奉献的目的就是为着将这金钱用伫上帝的心意甲伊的计划内底，安尼尔。所以第2，我要甲咱做分享就是，怎样用奉献来参与上帝伊的计划。咱的去教育馆的时，有一个人奉献500万，啊，后来伊佫问我讲有够无？恁听到500万，恁就感觉哦，靠，这个，我甲伊讲，你毋好佫奉献啊，因为你若佫奉献，阮就无机会当奉献。如果这个人若佫继续奉献，这堂教会会友会袂大汉，当然无一定是安尼啦。但是我做一个牧者，我感觉，我嘛爱我兄弟姊妹有分伫迄个见证的欢喜甲快乐。兄弟姊妹，即届咱的起负担一点仔负担都无啊！因为自从咱起教育馆了，咱的教会慢慢稳定成长。所以，咱的教会有能力
伫真无勉强的中间起即间礼拜堂。但是因为咱也未精算所有的费用，所以迄个时阵教会有一点点啊会跨入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互咱有三听到出力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伫即间教会内底有义务、有责任、有骄傲、有欢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伊讲：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因为咱若是得等教会一份子，得等教会的使命，就是咱共同的使命。愿咱用奉献来荣耀上帝，也愿咱用奉献来感谢上帝。也愿天父上帝互这间教会会当做人的祝福，毋是干那不是物件。愿这间教会有能力，成做上帝圣工甲人的祝福。恁愿意吗？愿天父上帝互咱有慷慨的心，这个慷慨对感谢来，这个慷慨是对相信上帝的祝福，这个慷慨就成做一个欢喜甘愿。伫到有一日咱了解一句话，就是奉献这个土地迄个家庭，因继续咧奉献咱早期的宣教事工费用的事。我亲自去伊厝，甲伊说道谢。伊的囝甲我讲：“牧师，你毋好甲阮说道谢，阮袂堪得，因为这条奉献是上帝的钱，上帝家己摕倒去用。我的钱是上帝的钱，上帝家己摕倒去用。何等水的信仰的家庭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”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，上帝要用你用我来去做伊的礼拜堂，通过耶稣基督。上帝要用你甲我，通过耶稣基督去做伊的心灵的厝，去做伊的礼拜堂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愿意伫主你的面前，我要做伙。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同心继续。原来咱教会每一个阶段，拢有新的面貌。复堂起了，毋是牧师退休的阶段；复堂起了，嘛毋是咱的教会坐享其福，从此过着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日子。复堂起了，过来就是互人甲咱当得福音的好处的开始。所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爱教你的囡仔，因为你的囡仔若毋捌奉献的真正的意义，伊就无法度享受伫伊的人生中间参与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的囡仔就无法度享受到五块饼两尾鱼迄种的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故事放伫咱的囡仔，互咱的囡仔经历到伊的祝福，互咱的囡仔经历到责任。甲分享，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愿天父上帝使用咱共同的教会，互咱成做一个上帝福杯满溢、福杯满溢的教会、家庭跟基督徒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欢喜回应。因为阮深深知影你的恩典无限，所以伫你的面前欢喜，全然将阮的生命来仰望主，请你使用阮，主使用阮的教会，主使用阮的家庭，主使用阮的囡仔，主互阮的奉献，真侪上帝你计划路用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性命。